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生平安满足，宣告耶稣。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生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宣告
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心里，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只生存命。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这生存命。耶稣，你名是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阿们吗？有你们起立。外面天气很热，没关系，火热天气，用火热心来向自己献上。
敬拜与赞美。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尝试赞美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山大球场，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伪装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我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尝试赞美你。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是山大球场，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伪装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伪装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照我本相来到你面前，伪装成微笑海洋时，呼喊阿爸父，我爱你。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站在面前，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在面前，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不停赞美。拍掌，讲一下颂赞荣耀都归我们的天上的父神，阿们。是的，要立定心志，不要被世界所迷惑，夺去我们的心。弟兄姐妹，请坐。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自己道路，方向为自己友善的权利。我要承担主的方论，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
世界的环境迷惑了我们的眼睛。求神帮助我们，时时刻刻在圣经的真理上，跟着主的道路来前行。这世界的变化太快了，快得我们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往前面到底应该怎么走？求神帮助我们，只有这首歌向神来宣告，我立定心志，跟随主，永远不偏离。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永生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前。我立定心志，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前光中。我立定心志，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
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不要丢弃我，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灵。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立定一生要来赞美你，我们立定一生要来单仰望父神你。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每一天你用你的慈神爱手牵引着我们，你看顾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领受父神你的慈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平安喜乐。主，我们献上感谢。虽然我们知道有时我们因着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我们的病痛，我们来呼求父神你，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要恳求父神你垂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特别在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主你亲自来看顾。我们知道这一些重担都是我们能够担起的，是主你为我们来这一次的摆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能够增添我们的信心，来仰望父神你。谢谢父神你，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天天跟随父神你的脚步，因为我们相信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有圣歌队的彰化的永福教会的联谊，还有我们的青年卡达恰的活动等等，我们都要恳求父神你亲自来看顾。特别下午的孝亲主日这一些小朋友跟爷爷奶奶他们的活动，更需要主你的平安临到他们的身上，更需要主你的安全在他们的当中，让每一个人在欢乐当中充满了喜乐。主啊，我们再一次恭敬的将我们的这个敬拜的时间仰望在父神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全能神，因他慈
圣子主耶稣基督，请起。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英雄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我们在天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的赏赐，我们一个礼拜的恩典，我们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足够，让今天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中的看顾，无论顺境或是逆境，还有挑战，主你的爱始终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和教会，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关怀。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赐我们智慧与力量，让我们每天都活出你的旨意，一切的荣耀都颂赞归于你。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在你的面前为主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好，这时我们来先来读我们的今天的金句哈，我们读2遍好了，来。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撒母耳记下12章12节，再一次来。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撒母耳记下12章12节，好，来，那我们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啊。首先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孝亲子日我们邀请德福关怀祭典的学员在台语礼拜当中来献诗愿主祝福每一位祖父母身心健壮待会10点半应该10点半。那现在跟儿童牧区的小朋友，我们共同举办这个孝亲的活动。好，接下来你的名牌在那个49号那边的名牌跟名牌盒，如果你有遗失，或者说因为他有做调整我知道主任有做调整那你如果说没有找到的，你跟主任讲一下，或者说你没有名牌盒的，没有名牌的，那么请你进到教会的赖的官方来申请那这个我们主任会帮你做这个名牌这个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来9月7号我们有第5次的圣礼典，你要受洗的，在今天以前向你的区长跟小组长来报名。好，那我们9月份呢要开始恢复我们的爱餐要恢复爱餐，那每一餐我们要着收20块的费用20块。自由奉献我们不找零自由奉献不找零，因为我们要用免洗餐具要用免洗餐具所以说这个。请大家自己记住，如果说你自己也要带碗筷来也可以了自己带碗筷那是更好的那我们供餐的时间是在11点半到12点半，11点半到12点半。好，那60周年的主题曲的创作歌曲，我们已经决选了啦决选了。我们下礼拜在台语场的时候，我们会颁发这个颁奖前3组参赛者，我们请他们会来出席，没有名片嘛没有好。那我们33祷告会礼拜3的7点半，我们在我们的这边在新堂在新堂有一个主题是复兴祷告小组与教会的成长，我们邀请南坎教会的主任牧师蔡信之牧师来主讲，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
好，一起来玩桌游哈。今天的1点半啊，在1楼的大厅哈，49号1楼大厅那边，我们9月27有一个桌游的挑战赛啊，你要参加的方式呢，我们公布在公布栏哈来。好，我们有一个社区讲座啊，这个礼拜3啊，再来的礼拜3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勇敢变老，生活更好。我们请于宗哲老师哈，欢迎大家线上参加。好，长青乐活用药健康知识竞赛啊，8月29日星期五，我们教会有4位参赛哈，李立清、李叶娥张叶娥啊，许福美宝、李爱义、许福美宝吧。对嘛哈李爱义姐妹，她们有4位参加哈，我们大家为她们加油，为我们的长辈参加这种竞赛，我们来为他们加油。好，那60周年的嘉南杯桌球团体赛，8月30号啊，礼拜6，我们一共有邀请到7队来参加，将近有90位的选手哈。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也可以来当拉队啊，来拉队，让我们这个60周年的这个桌球比赛的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也有一个很好的交易。好，来，那我们有一个志工的训练哈，志工训练是8月31，因为日太小，8月31在我们教会哈，那你志工啊。你可以来参加哈，你可以来参加这个志工的训练哈。啊，全人课后的辅导哈，从9月2号礼拜2开始开班啊，这个是一个新的开班哈。那每周2、4的6点半，下午的6点半到8点半啊。详细的你如果有孩子要来教会参加这个课后辅导，当然好像是免费了哈。牧师说我们这个是免费，有人来赞助我们哈，所以说免费。那你可以把小孩子带到这边哈，6点半。到8点半啊，每个礼拜2、礼拜4。好，那友爱基金啊，中秋节啊快到了哈，那我们有一个慰问金，那请小组长跟区长，你关心你组里面的有弟兄姐妹需要的，那你就赶快提出申请，在9月14号以前把这个资料交到干事室来。啊，九力加我哈，这个福音茶会，我们在9月6号哈，9月6号。2点到4点，我们在这个地方举行哦。目前还有24个名额，我们报名到这个礼拜3，报名到礼拜3，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或是区长、小组长，你去招一挂新朋友啦哈，招一挂新朋友，我们来参加这个福音茶会。好，有个影片是吧？啊？那再来，我们青年社区的壮行礼拜哦，我们有2个弟兄要当兵哈，就是刘炳恩跟蔡以恩，9月蔡以诚9月4号要入伍哈，林胜义9月6号要出国读书，我们一起来关心，为他们来代祷哈。8月今天哈。昨天跟今天，我们的圣歌队到那个彰化永福教会，因为郑牧师目前在那边帮忙他们过去那边联谊来过去那边服侍我们来为他们来代祷，那出入的平安。好来，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新的来宾来，第一个卢比，印尼人印尼他华语听得懂，我们请他站起来，卢比在后面那边来，他是住在中立他住在中立
好，来，那我们的第二位是杨禅官跟杨红姐妹是吧？好，来在这边哈，他们是自己来教会的，我们住在寿山路是吧？寿山路嘛哈，好，教会欢迎你哈，教会欢迎你，寿山路了哈。好，那我们再来一位罗佑胜是吧？罗佑胜是吧？好，来，那我们在那边我们欢迎他来，他是黄以勤哦，黄以勤介绍的是吧？好，新来的朋友，我们教会欢迎你啊！我们继续来这边聚会，大家一起来相聚哈。来，我们来欢迎你哈啊！好，接下来，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哈，来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的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了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上主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某城有2个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那个有钱人有很多牛羊，那个穷人只有1只小羊，是他买来养的。他照顾小羊，让小羊跟自己的儿女一起长大。他把自己吃的、喝的也喂一些给小羊，让小羊睡在他怀中。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天，那有钱人家里来了客人，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牲畜中杀1只招待客人，却把穷人家里那只小羊取来款待客人。大卫听了，对那有钱人非常生气，说：我对永生上主发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做出这样残忍的事，必须偿还他所夺去的4倍以上。这是前本堂的陈牧师来讲到，他今天讲的题目是神要你诚实，神要你诚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殿，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啊！也谢谢你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保守我们都能够出入平安，有健康的身体。也感谢你让在这2个月的暑假里面，教会或是我们的青年，或是许多的家庭安排外出、安排事工、安排活动，也都能够顺利的来进行。很快就即将要开学，也要进入到秋天，特别在农历的7月当中，也求上帝你的平安也与我们同在，也与与大家同在，让我们都知道你是赏赐平安的神。我们再一次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有孝心的主日，好，政府已经把8月的第4个礼拜天定作主父母节啊，主父母节。所以我们这一场应该会比较少一点啊，但是还是要问一下，好，你已经升格阿公阿嬷的，请举手一下。你是还是这么多哎？来，我们给这些阿公阿嬷给他们拍手哦，好，祝你们主父母节快乐啊！好，所以8月有父亲节，好，然后呢还有主父母节，好，那主父母节呢，好，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你要让你的下一代好，也要鼓励他们的下一代好，也能够生养众多，好，能够孕育生命，因为这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啊，忙着工作，忙着读书，忙着追剧，忙着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呢，可能没有时间好，或是忙着养宠物，没有时间他想要去计划自己的人生，好，但是呢，我们需要透过祖父母所留下来的智慧。没有阿公阿嬷就没有爸爸妈妈，没有爸爸妈妈就没有我们哦。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享受这个世界，好，能够享受你的人生，好，真的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感谢。所以如果你的阿公阿嬷还在呢，好，你也要利用这机会，给他打个电话，跟他关心啊。刚才有第一场结束，有听到有一些阿嬷说，今天他的孙子要请他吃饭。不是因为生日啊，因为他知道今天是祖父母节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啊，送给阿公阿嬷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表现，有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见证，这就是给阿公阿嬷、给爸爸妈妈最好的礼物。好，所以跟你旁边说，给阿公阿嬷最好的礼物就是美好的见证，给阿公阿嬷最好的礼物就是美好的见证。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好，神要你诚实。你喜欢听实话还是喜欢听假话？你喜欢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是坏消息总是怎样？比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多，假话呢也比真话多。在你身边当中呢，会对你说真话的人多不多？你要感谢他。好，你身边的人有人愿意对你说真话，你要感谢他。但是你喜欢听假话哦，你今天好漂亮，其实你本来也是很漂亮，好，但是他会加油添醋，好，他会只有报喜不报忧，让你不知道真相如何的时候呢，你反而要很小心哦。好，当我在美国服侍的时候呢，孩子去学校，他们都会教导叫做 TBH。什么是 TBH 呢？就是 to be honest， 你要诚实。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这么强？因为他从小就告诉孩子要怎样。为什么中国虽然强，但是没有办法一直强下去？从小就没有告诉孩子要诚实哦。所以我们要做借鉴，就是你要不要注重诚实这件事情？在美国，孩子、学校、教室，他们都会贴出这句话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诚实为上策。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买卖，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要老老实实。你看世界上这些富足、这些世界上非常强的国家呢，他们对于诚实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轻轻松松。你去欧洲这些国家，有时候搭车、坐地铁，甚至都不用买票甚至以前还有报纸的时候，报纸在街上也是自己投钱。他都停车场自己缴费，他都不用花人，因为他从小就训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是要诚实。你可以在他们的学校的教室里面可以看到这10句话，已经翻成中文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句是：诚实是上策，这是千真万确的。第二，诚实是人类最重要的特质。第三，诚实包括真实、真诚和忠诚。第四，我们从父母和家人那里继承了诚实的特质。第五，学校、社会向我们所灌输诚实价值观，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第六，诚实使人无所畏惧，勇敢无畏。第七，诚实的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过着无愧于心的生活。第八，诚实的人不会用说谎来隐瞒什么。第九，诚实虽难，但并非不可能。第十，受到大家的爱戴和信任。好，那个冷气可能要再开冷一点哦。好，前面有点闷。好，诚实呢，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从小开始来培养。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小孩要诚实呢？你有没有好好的要求你的孩子不能说谎呢？当你的小孩说谎，你知道他在说谎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上帝看见大卫不诚实，而上帝还让先知说了一个故事，透过这个故事呢，让大卫知道诚实的重要，诚实的可贵哦。有时候我们美国有一句话说 "White light" 就是你可以白色谎言，就是无伤大雅的谎话就是只要不伤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谎，但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呢就说不是一瓶鲜奶99%的鲜奶，但是有1%的毒药，你会不会喝？如果这个人99%都说谎，但是有1%的谎言，他算不算诚实？不算。对，因为一句的谎言，可能让你99%的实话、诚实呢，都成了谎言所以不要小看谎言的力量。当我们以前在生命教育在教国中生命教育课程的时候呢，
有一段影片，好，对这些学生呢很有影响，很有震撼。好，这个影片呢就是讲到这个小朋友呢打破了爸爸的这个奖杯，结果就开始说谎。这个说谎呢，好，他就说哦是谁打破的，所以爸爸又去问他，然后他又在说第二谎，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去问另外一个人，又说了第三个谎。就这样，每当说一个谎，他旁边那个小谎言的精灵呢就被喂养。然后就开始长大，长大再长大，最后这个谎话的精灵呢，长得呢跟一个哥吉拉一样大，好，跟一个怪兽一样大，好，跟一个高楼一样大，所以以至于呢，他非常的震撼，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他没有办法去消灭那个怪兽的时候呢，唯一可以消灭怪兽的方法是什么？对，就是我打破的。当他说出来之后，那只怪兽马上就消风，本来已经高的20-30楼那么高，突然就噗就消风了。有时候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呢，就是在给这些的谎言，给这些的魔鬼在喂养它，让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当你知道大到受不了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要说实话。所以跟你旁边说，说实话就是打击魔鬼最好的方式。说实话就是打击魔鬼最好的方式。所以当你面对谎言，其实你不是要用其他的谎话再去遮掩，而是要说实话。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5篇第10节，请：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诚实要跟慈爱要能够连结在一起。你想要过和平的生活，但是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所以这4件事情组合起来，会成为一个美好幸福的人生。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诚实，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今天你会不会红灯右转？就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当这个路上呢，没有警察在那边测速的时候，你会不会超速？你会不会没有警察在看的时候呢，你会礼让行人？这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品格。诚实不是要做给警察看，不是做给老师看，做给谁看呢？做给自己看，也要做给上帝看。但是当我们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没有人看见，你就可以不诚实的时候呢，这个谎言就会不断的长大。今天牧师要透过这5件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诚实蒙福的人。第一件诚实就是要对上帝诚实，请大家说一次。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4章23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耶稣告诉我们，敬拜上帝要用哪2件事情来敬拜？心灵，还有呢？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人来，你的人来到这边做礼拜、敬拜天父，可是你的心没有来，不够的。你的心来了，可是你还不够诚实，这样你的敬拜还没有完全呢。所以你要敬拜上帝，你的心要来，还有你的诚实要来，要老老实实。所以我们每次祷告都会说一个什么？祷告结束都会说什么？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诚心所愿，实实在在，是的，就是这样。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是我诚实的祈求，诚实的祷告。在基督徒要过诚实的生活，你有没有过诚实的生活呢？什么是基督徒诚实的生活？就是你要面对神，面对人，面对聚会，面对奉献，面对服事，都要能够诚实的阿们，而不是活在自己我有做了，觉得自己觉得 OK。重点不是我们自己觉得 OK， 而是上帝觉得 OK 不 OK。从疫情之后，我们的聚会其实我们的教会很早就有线上的这个直播，在疫情以前。
但是疫情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教会呢，常常会有一群弟兄姐妹，好，在我们的周报第6页，他们都会参加线上的聚会。虽然这些线上聚会的人数呢，我们都有记录下来，但是呢，这些人数呢，在教会来讲只有数字，但是呢，不晓得这是谁，不晓得是谁。其实我们每天的共读也是一样啊，但是我们的共读呢，因为都有出现名字，所以都可以知道今天有谁参加。可是，在我们的线上聚会呢，我们现在还不晓得，这是谁有一起跟我们目前在这一起做礼拜，而这些人呢，其实也都是我们的一环，甚至我知道，有的不是只有住在桃园，有的不是只有在我们的教会，甚至我还有接到电话是从夏威夷转来的，说我们的聚会他是在日本看的，他因为参加了，他转达说，他在日本也有参加我们的聚会啊，但是呢，上帝要我们诚实，除了我们在这边聚会之外，上帝要我们的心也要到，而且我们也要诚诚实实的来聚会啊。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2章的24节。这段经文呢，是撒母耳在退休的时候他所留下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因你们要留意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撒母耳成为一位士师，成为一位祭司，成为一位先知，成为一位以色列的领导者。当他要退休的时候，他所交代的就是你们要敬畏神，诚心诚意、诚诚实实的来侍奉上帝，做每一件事情，包括你做礼拜也好，奉献也好，服侍也好，不要一边服侍一边还要滑手机，不要一边在做礼拜一边还在想外面的事情，担心其他的事情。你要怎么样能够敬畏耶和华，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能够专注的服侍面对上帝，你就要留意，要谨慎。上帝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诚实，这是简单还是不简单？是不简单的。但是当你诚实的侍奉上帝，就必定会蒙福。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诚实侍奉神必定会蒙福，诚实侍奉神必定会蒙福。所以牧师很在意聚会的时候，既然你要做礼拜，你是不是能够专心的聚会，要帮助大家摒除这些的搅扰。因为如果冷气不够呢，你就会怎样？昏昏沉沉想睡觉。如果聚会当中电话响了，有人走动，你会怎么样？开始被干扰，你没有办法专注的要敬拜上帝，就是要除去这些的干扰。所以在聚会当中，过去的教会的文化就是礼拜是最重要的事情，在礼拜当中让大家都是能够专注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或是在别人的身上。第二个，诚实要学习对自己诚实，请大家说一次。你有没有对自己诚实？还是你是像那个白雪公主的后母一样，都是喜欢住在另外一个谎言的镜子当中，觉得哎呀没有关系，这一块东西很好吃，医生虽然说不能吃太油、太甜、太咸的东西，没有关系，再吃一点，再吃一点。对自己诚实，就是你要把问题要来显现出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大卫他有没有对自己诚实？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觉得上帝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觉得自己上帝知道不知道？但是呢，大卫显然没有对自己诚实，以至于呢，他让自己放纵他的欲望，为所欲为，一步错就步步错，直到拿单告诉他，你就是那一个恶人，你这么有钱，有这么多的羊，可是你朋友来，你不宰自己的羊，去杀了最穷的人他唯一的一头羊，你太可恶了，你就是那个人。大卫被拿单的这个故事呢，一棒敲醒之后，以至于他说这个人该死，结果其实该死的是谁？就是他自己啊！所以他这时候呢，不敢再说话，
因为他已经用王的命令，好说，我用王的命令，这个人绝对该死，而且他要先赔人家4倍以后，他就要去上绞刑台啊，要去断头台。可是呢，上帝还是为他留了一条活路，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一首诗篇。好，这首诗篇51篇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上帝的诚实不是要你在嘴巴上诚实，还要你在哪里诚实？你怎么知道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诚实？其实就是你能够把你心里面的事情都能够拿出来跟神祷告，你能够把你心里面所忧虑的事情、担心的事情、害怕的事情、烦闷的事情，都能够一一的排列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心里的诚实啊。所以你可以读到大卫诗篇51篇，就是呢，他跟上帝祷告，一件一件的祷告，一件一件的求。当他这样的求、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很快就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当大卫承认他的罪，上帝第2句话马上让拿单告诉他说：你的罪赦免，你不会死，但是你现在让人家妻子所生的那个孩子呢，他一定会死。所以这个死呢，归在大卫自己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大卫也非常的痛苦啊。这是刚好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经文。当你不诚实，你的孩子就可能受苦。好，跟你旁边人对自己说：当我不诚实，我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当我不诚实，我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当你想到，如果你今天活在谎言当中，住在欺骗的里面，你可能觉得没有关系，我要紧。可是你不要忘记，这样子的罪，它是会越养越肥，越养越大。有一天，就算你没有受苦，你的孩子受苦，你愿意你的孩子来受苦吗？当你不愿意你的孩子受苦，你能够做的事情，你今天应该怎么样？要诚实，你要选择面对，不要逃避，不要住在谎言当中，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可能你的爸爸妈妈没有这样教导你，可能你的牧师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你，可能你的属灵的长辈没有这样子的来警告你。但是无论如何，今天你看见了大卫的故事，你听见上帝所说的话，你要成为一位对自己诚实的人。跟你旁边说，你要成为一位对自己诚实的人。诚实就是用爱心说实话。以弗所书4章15节这样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红色，我们一起来读：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你要你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标准就是你要跟耶稣基督是连结在一起的。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耶稣来是要救人脱离罪。我再说一次，耶稣来不是要怎样，他是要怎样救人脱离罪。旧约当中是用你做错了，你有罪了，你应该要被罚。但是呢，新约耶稣是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诚实、真理、圣经的话是要用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对自己诚实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你要怎么样待人，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你希望人家能够原谅你，你就要原谅别人。当你不原谅别人的时候，天上的父他也不原谅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对上帝诚实，第二个呢，对自己诚实，第三个要对家人诚实。好，请说一次。你会不会对你的家人诚实？你今天几点晚一点回家，会不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需要，
会不会告诉你的家人？你今天有什么快乐的事情、难过的事情，会不会跟你的家人来分享？你今天吃到什么好吃的，你会不会想要跟你的家人分享？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跟你的家人分享，你也可以不会说你对你的家人不诚实呢？你可不可以说，对你的家人，你对他一点诚实都没有，想要让他知道你心里面你生活的状态呢？今天是祖父母节、孝亲主日，你有没有对你的阿公阿嬷，你有没有对你的父母亲，或是阿公阿嬷有没有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孙子孙女一样的诚实呢？撒迦利亚书第8章16节，神的要求百姓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要跟邻舍说诚实话。上帝的要求不是只有在自己的家里面，你的家只是最基本的，甚至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诚实，是要跟你的左邻右舍都一样，而要在城门口按真正的公平来审判，使人和睦。为什么要诚实？因为诚实能够怎么样？4个红色的字，你有没有想过，诚实可以使人和睦？但是事实上，实际生活当中，当你说实话，反而怎么样？说实话，好，就这个东窗事发，就开始吵起来。说了实话，结果呢，就开始就被人家记一笔，就开始被人家钉到墙上去了。说实话，人家就骂你怎么这么白目。说实话呢，就被人家开始嫌东嫌西。但是因为这样，就很多人不敢说实话，因为说实话会被人家讨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你要真正的使人和睦，你要学习说实话，从自己的家，然后跟你的邻居，开始跟你的城门口这个社区的人都能够诚实以对。这个是简单还是不简单？不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跟美国人，像我住在美国的时候，我真的印象很深。美国人真的很直接，很敢讲，很诚实。这是真的是美国人的话，因为他们真的是从小训练，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国家的律法就是这样要求。所以美国人他们很讨厌说谎的人。你只要说谎，他就不跟你交朋友。你只要说谎，让他知道你在说谎，他会跟你不会马上翻脸，但是他就开始跟你保持距离。这是在跟美国人在相处的时候。可是呢，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台湾，说谎的人越多的人，我们的政治充满了怎么样谎言啊？我们的市长、我们的立委、我们的这些国家的官员说谎怎么样？没事，他说翻一页就好了，就让他翻页吧。为自己说过的话不负责任，自己又憋着谎言，甚至在新闻当中会让人越看越气。在非洲一个国家叫做马拉威，有没有听过？马拉威有一个总统，这个总统的名字呢记载在圣经上面，叫做拉撒路。如果你有参加上礼拜的领袖高峰会，你就看到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影片。这个总统他本来的职业是什么？牧师。这个总统他本来职业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他当牧师当了20-30年了，可是他怎么突然变成马拉威这个国家的总统呢？因为当他在做牧师的时候呢，上帝感动他，他看到他的国家的政党吵得非常的凶，政党上的对立充满了谎言欺骗，只要说这边说左，这边就一定是右，这边说好，这边就说不好，这边说 yes， 这边就 no， 跟台湾像不像？绝对像，绝对像。台湾的政治就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只要是谁提出来，他绝对反对到底。所以这个拉撒路牧师呢，他发现他的国家再这样下去
会完蛋啊，会完蛋。这个国家的百姓没有一个公义是非，连做对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只要跟政治沾上边，就通通怎样，通通都完蛋了。所以呢，上帝就感动他，他要去进入到这个政治圈当中，为这些政治人物来祷告。所以他真的就去拜访这些政治人物，然后呢，去为他们祷告，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甚至呢，教导他们来读圣经，把圣经当中的上帝的慈爱和诚实相遇、公义与和平相亲这4个条件呢，让他们来明白，让他们来学习。结果几年之后，这些的政党呢，他们的对立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又几年之后，当政党呢，他们要选总统之后，两边的政党都不提自己的候选人。他们都提谁？提这个牧师拉萨路，结果他就这样2000年的时候被选上总统，到现在2025年是第2任，他已经做了5年。你去上网 Google， 这个马拉维的总统就是拉萨路，而他能够来影响这个国家，因为上帝感动他要诚实的面对。要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社区，还要对自己的家庭诚实。万一这个假设这个总统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对自己的儿女不忠，对自己的父母亲不诚实，他怎么样能够用诚实来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呢？所以你要好好的对你的家人诚实。牧师小时候很会说谎。为什么很会呢？因为当你开始学会说谎之后呢，你会开始发现说谎比做事情还简单。爸爸妈妈说要做的事情，哎呀，你只要说个谎就不用做了。所以呢，发现说谎比做事还有效，就开始去想东想西，用谎话就可以偷懒，就可以轻松。结果说谎就会成什么？说谎成性。成为你的个性，所以你的个性呢，就会开始没有办法住在真实的当中，就会什么事情都想要用谎言欺骗来解决。当你要去除谎言的时候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特别当我结婚之后，会不会说谎？会要问牧师娘。说结婚之后呢，你这个知道不能够说谎，因为我结婚的之后我已经读了神学院了，但是有一些习惯，有一些个性，你还是会想要用说谎，不想要老实说。可是呢，偏偏你的太太呢，她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她就是要打破砂锅怎样问到底，就是要说要你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所以这样子呢，被训练到说很多的事情。干脆怎么样？一开始就直接说，还比较快，比你在那边想东想西。所以你要学习，你要怎么样诚实，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人。第4个，我们要诚实，要对会众诚实。请大家说一次。在出埃及记，摩西他一个人要带领200多万的人在旷野当中。当他开始管理不了的时候呢，他的岳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从百姓当中挑出有才能的人，这些人必须有3个条件，我们一起来读，哪3个？敬畏上帝，第2个诚实可靠，第3个恨不义之财的人。敬畏上帝、诚实可靠、恨恶不义之财的人电话来了。在我们的教会，每一年都要选长老，因为我们的长老执事都要轮休。这些长老执事的标准，其实跟这3个有没有要一样？不一样。你可不可以选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来当长老？什么叫做不敬畏上帝？没在怕上帝。他讲话呢，口中无神，目中无人。把上帝当作聋子。没在怕上帝，这样的人可不可以当长老？他要敬畏上帝，不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他应该要心存正直。
第二个要诚实可靠。你要选长老的人，你必须怎么样？说话算话，说话不算话，这样的人当长老会怎么样？就会危险。当教会他成为教会的领袖、领导者，他就会有危险。然后呢，对于金钱要怎么样？恨恶不义之财就是要这个恨恶呢非常的重，就是不应该拿的、不应该得到的，怎么样？1块钱都不要。人家要包红包给你，他怎么样？他把红包退回去，而且是丢回去，砸在对方的身上要做到恨恶不义之财。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长老可以选？可能标准都很难，但是呢，这是一个标准，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要敬畏上帝，诚实可靠，说话算话。对于金钱就算你不恨恶，你也要非常的谨慎小心，绝对不能够去触法，绝对不能够去沾染这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今年是迦南教会60周年，而我们去年呢选出迦南教会60年来的第57个长老和58个长老，所以平均1年大概教会会生出几个长老？60年，今年是60年，我们去年选出第57跟58个，所以平均1年会选出会生出几个长老？对吗？1个，而且还是不到1个。所以迦南教会走了60年，现在我们还不到60个长老，就是在教会当中被培育出来的还不到60个。60个你可能会觉得很多，但是当你换算之后，60年不到60个，其实多还是少？好少。所以表示当长老简单还是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我们要好好爱惜我们的长老，好，跟你旁边说，要好好爱惜我们的长老。好，因为这个长老都是教会的宝，都是教会的结晶。你要看到一个教会的素质如何，你就看谁，不是看牧师，因为牧师都是外面找来的，别的地方请来的。你要看的是那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的长老就代表这个教会的会友的素质，因为他是这个会友当中应该是比较敬畏上帝、比较诚实可靠、比较恨恶不义之财的人，才会被选上成为长老。而长老之前要先当什么？执事。执事要当几任？2任，1任要当几年？4年。所以执事在当这因为还要休息1年，9年平均一个长老在迦南教会要当迦南教会长老，要当过9年，9年以上的执事，他才有机会被选上为长老。9年你可以去读神学院读几次？你可以去读3次。所以你要当牧师比较快，还是当长老比较快？对，当牧师比较快。好，你只要去读3年，然后就可以当传道3年。好，6年、5年，第6年就可以封牧了。好，5年后就可以封牧。你要当长老，慢慢来，慢慢来。但是这个慢呢，就是一种训练，一个磨练，让你在这诚实的事上呢，是能够被要求的，因为这是上帝所要的。长老教会为什么叫做长老教会呢？其实这是约翰加尔文他的学生约翰诺克斯他所定的名字，但是这个思想呢是从约翰加尔文他所从圣经当中所定出来的，所以他可以说是长老教会的始祖因为圣经当中还没有一个教会的名称叫做长老教会，他非常的看重这些长老。今年我们去了德国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旅，明年计划呢要去法国跟瑞士，因为约翰加尔文是法国人，而他又在瑞士牧会，这都是现在全世界
这个最浪漫的地方啊。而约翰加尔文，好，他在瑞士牧会的时候呢，他真的让教会的长老好一起跟他治理教会，所以教会的事情就是整个日内瓦的事情，整个日内瓦的城市都是他的教区跟牧区，所以每一天早上，好，那时候没有线上共读啊，长老第一件事情眼睛睁开怎么样？先来礼拜堂，然后牧师跟长老做什么？不是扫地，好，先一起灵修，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开会。开会完之后呢，牧师约翰加尔文就分派长老工作。今天好，哪一区的人要去探访，好，哪一区的人要去关心，长老就要去了。啊，他是这样在治理日内瓦。所以如果你有去过日内瓦呢，好，这个城市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在500年前，约翰加尔文就已经把这城市的制度呢奠定下来。所以约翰加尔文虽然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但他俨然呢就是这个城市的像是市长一样，而这个长老们呢就像是这些市长他的各局的局长一样，在关心在牧养整个日内瓦的这些的市民哦。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走遍耶路撒冷的街市，在广场寻找，看是否有人行公平，求诚实。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当加尔文叫这些长老出去探访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先告知，都不会先让会友知道，一定是怎样突击检查。今天去哪个会友，看他在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在打瞌睡，然后看他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在偷懒。这个你会觉得这个牧师长老管太多。如果你在哪一天在上班，牧师突然跑，你来看你在上班有没有认真，你会觉得牧师很啰嗦，你会觉得吓死了。但是500年前，约翰加尔文就这样，他要让他的信徒知道，不是等到牧师有在看，你才认真工作，因为你是在为谁工作？对，为上帝工作。所以牧师来看，只不过是怎样？刚好而已，你是随时随地的工作，上帝眼睛都在看你有没有诚实在工作。当整个城市耶路撒冷大家都行公平、求诚实，上帝他说他就赦免这个城的罪，即便在这城里面有败坏，而上帝依然要赦免这个罪啊。最后，诚实就是要对世界来诚实。你要行遍天下都要诚诚实实，跟你旁边说，行遍天下都要诚诚实实，行遍天下。为什么苹果的生意可以做到全世界，但是为什么小米还不行？为什么在美国的脸书可以走遍全世界，现在叫做 Meta， 为什么在中国的小红书不行？这个背后不是技术的问题，背后不是资金的问题，背后是这个人，这个创办人企业里面有没有一个正直的灵，有没有一个诚实的品格。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如果你希望你的事业能够与全世界来接轨，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叫做诚实。如果你没有办法诚实的做生意，诚实的做事情，拍谁？你在台湾行得通，你在上海行得通，可是你到其他国家马上就被打枪，你到新加坡马上就受不了，没有人会接纳你。但是你用共通的语言诚实，你可以走遍天下而畅行无阻，你相信吗？耶利米书4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就必因他蒙福，也必因他夸耀。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会蒙福？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人用诚实、公平、公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OK 就 OK， 不 OK 就不 OK， 这是世界共通语言。但是列国蒙福的原因
在前一节4章1节啊，我把它放上英文。英文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回转，要回转，要归向神。什么叫做诚实？诚实就是你要像大卫一样，做错事了，你要回转归向神。这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已经不是新闻，因为在2年前就已经被这个媒体给报道出来。但是这个礼拜呢，判决呢，少年之家张牧师敬义牧师，他也是我们江南教会的会员，也是我们的会员，也是我们的会友。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的教会其实都应该要关心，也要来祷告，因为金钱的使用，还有涉及了这个性侵害的事件被法院求重刑一判呢就判这礼拜判出来，判了21年这件事情呢，其实在2年前媒体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有的就很用新三的这个话语，哇，牧师敛财，牧师是个恶魔，牧师怎么样。如果你想到大卫，当时候也有《镜周刊》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的元首怎么样，抢人家的妻，而且那个人是朋友的妻。拔示巴的先生叫做乌利亚，乌利亚是30勇士，整个国家只有30勇士之一耶。这个拔示巴的爸爸也是个30勇士之一耶。结果大卫呢，居然是朋友妻，还去调戏他，然后呢还设下陷阱，让乌利亚死在前线，然后借刀杀人夺人妻。要判几年？你觉得要判几年？41年40年有人说可能要判400年都不够。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在看大卫的故事？但是为什么大卫从旧约经过了新约，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复活升天，使徒行传里面还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关键在哪里呢？今天的金句我们刚才有读过，我们再来读一次。请，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这一句话你今天要把它记在心里面，因为你今天已经读3次了，但是我希望你已经把它永远记在心里面。下一次你看到朋友的妻子很漂亮的时候，你在暗中犯罪，上帝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这事显露出来。下次你在路上捡到钱的时候，你在以为四下无人，后面有一堆的监视器，你到时候没有拿去警察局，马上被扣一个侵占。我们教会的会友也有这样，捡人家的电池，摩托车的电池，就被告到法院侵占。牧师陪他上法院，去警察局做笔录，牧师陪他去我们教会的会友。你以为你在暗中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呢，让牧师知道，光天化日之下知道。牧师哪一天讲到呢，我不会讲出你的名字，但是我会把这个事情拿来告诉更年轻的人，没有学到教训的人。你没有学够教训，上帝会让你学个够。所以我相信敬义牧师也好，少年之家也好，还有我们所有相关对这件事情都有在关心的人也好，如果我们选择像大卫用正确的态度，上帝所喜悦的态度，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还有路可以走。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像亚当夏娃，蒙起来推卸这都是谁？都是别人。我们选择像扫罗一样推卸责任，你已经在断你的路。上帝，因为我们把上帝当作瞎子，把上帝当作聋子，以为还可以继续的骗下去。腓立比书2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不诚实就是心里面住了什么？就是心里面有鬼。好，跟你旁边说，不诚实就是心里有鬼。谎话越多，鬼话连篇。好，你就是现在是农历7月几号了？好，昨天还是好，农历7月到了。好，如果你的谎话都没有处理，好，这些呢，归心为铁来摆，好，你也可以拿去，也拿去拜拜这样子。你要怎么样把你心里面的鬼赶出去？重点，你要怎么样把你心中的谎话赶出去？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你要让那个谎话的巨兽消失不见，就是 speaking the truth， 你要把实话说出来。是我，就是我，不是我，我错了，你要承认。你不愿意说这句话，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那只鬼就越高兴越高兴，你就塞给他更多的乖乖，塞给他更多的罐头，他吃得越高兴。越来越大，他每一年都来找你哦，每一年都来找你。你要做一个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就是必须要诚实。你要在这世代当中，要像明光照耀，别人不敢说的，你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别人不敢做的，你要像那个拉撒路牧师一样，他愿意到那个最危险、冲突最剧烈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来种下和平的种子，就没有想到上帝就抬举他，让他变成整个国家马拉维的元首和总统。你知道我们的桃园县县长刘邦友是被谁杀的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知道的人他就知道，他就住在不诚实当中。你知道我们那个拉法叶剑，好，那时候以清风。他是被谁杀的呢？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有的人一辈子就住在谎言当中，会非常的辛苦。基督徒，你要住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像是一明光照耀。所以牧师的结论，请大家说一次：谎言只是一时，真相却是一世。谎言只是一时。拉法叶剑到今天都快要20-30年，哈，这个刘邦友都已经几年了，1990也30几年了，但是这也只是一时，逃得了一时，却逃不了一世。在上帝那边都有永远最真实的记录，不要把上帝当瞎子，不要把上帝当聋子。你可以骗得了别人，却怎么样？你如果骗得了自己，却怎么样？你如果骗得了上帝，不可能啊，你骗不了上帝。所以不要再骗，不要再说谎。你心中有谎话的，今年农历7月，我们9月6号福音茶会那天刚好是7月15哦，在8月结束以前，把你心中的谎话怎么样？通通交给上帝。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再住在谎言当中。你今天不说，你今天不跟上帝说，上帝哪一天用其他的方式登在《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想不想？如果你是选上总统，登在头版上面当然好。但是如果你做了坏事，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跟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会来管教你。但是如果你真的被上帝管教，你真的被上帝修理，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他才管教你。上帝不爱你，他就怎样？他就吼你死，他就吼你死啊！他就直接让你，真的啊，让你连悔改、sorry 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还能够像大卫一样，还能够读诗篇51篇，或是读诗篇32篇，因为上帝还爱你，让你还有机会去跟人家说对不起。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寻求和好，而不要住在仇恨当中。美国人都从小学会这句话 ，HTB 好 HTTP 啊，诚实是上策，最好的策略就是说实话。好，当你说实话，你会蒙福，
当你说谎话，你以为你蒙福，以后的苦灾难更大。箴言28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你要成为一位诚实的人，上帝就让你福上加福。你要成为想要一位走捷径，想要一位快速发财，结果最后活在欺骗、谎言当中，上帝会让你得到管教的滋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诚实的重要。你没有诚实，你有再多美好的品格，都是 fake， 都是 fade， 都是 fail， 都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诚实面对自己。唯有你真实面对自己，真实面对上帝，你的其他的品格才能够变成真的，你其他的整个鲜奶才会真实。愿上帝帮助我们好好的面对，好好的学习。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回忆的诗歌。这首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神啊，求你，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求你使我，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求你使我，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这一路。我们这时候要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虽然我们住在很多的谎言当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连在教会里面，在信仰当中也有欺骗，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中要向神来诚实。只有当你向神来诚实，才能够借着上帝的力量，把这一切的谎言都挪去。当你不愿意来面对这些的谎言，当你不愿意来挪去这些的谎话的时候，你只是在喂养它，供应谎言，让谎言根深蒂固的占据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天，上帝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把这谎言来挪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诚实的当中。
求神为我们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为自己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你是诚实的主，你要敬拜你的人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诚实当中。主啊，拯救我们，当我们在谎言当中、欺骗当中、黑暗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救我们脱离一切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因为你要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大卫的例子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谎言，遇见欺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回转归向你？我们是否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的不义？是的，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公义，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来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能够再一次领受上帝的恩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为神诚实，为自己诚实，为家人诚实，为着教会，为着世界，用爱心说诚实话，成为神光明的儿女，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拍掌。请坐啊！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来补报告一位新来的朋友黄明宇是吧？黄明宇姐妹，黄明宇，好，来，咱来欢迎一下，我们欢迎她哈。好，谢谢。好，请坐，请坐。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帮忙把椅子收一下哈。好，谢谢。